冇試過買入一隻股票跌咗之後，就同自己講長線投資唔緊要，但係你買嘅時候其實係諗住短炒博升，呢種自我欺騙係好多人永遠搞唔清楚自己做緊咩嘅根本原因。交易 vs 投資4個維度分清楚，交易同投資係兩件完全唔同嘅事，混淆咗就係好多人輸錢嘅起點。第一個維度，時間框架。投資係以年為單位買入一間公司，持有3年、5年，等佢嘅業務增長帶動股價。交易係以分鐘、小時、日或者最多幾個禮拜為單位，盈利來自短期價格波動，唔係業務增長。第二個維度，決策依據。投資靠基本面分析，財務報告、行業趨勢、管理層質素、護城河有幾闊。交易主要靠技術分析。K 線、成交量、支撐阻力、趨勢結構。第三個維度，資金管理方式。投資可以分批買入，長線持有，對短期波動容忍度高。交易就必須要有明確止損，嚴格控制每單風險，因為容錯率低。第四個維度，判斷對定錯嘅標準。投資係持有幾年之後睇最終回報。交易係按計劃執行，結果係次要，紀律先係主要。一個好計劃，但今日輸咗都係好嘅交易。場景應用示範：阿強買入某科技股，入場時話短炒，升1成就走，股票升咗5個百分比，佢冇走，因為感覺仲會升夠9，然後跌返去成本位。佢話算咯，長線持有，呢間公司前景唔錯。但係佢根本冇研究過嗰間公司嘅財務，連最近一期業績都冇睇過。佢唔係做緊投資，而係逃避止損。呢個叫做交易失敗之後嘅偽長線投資，係新手最常見嘅自我欺騙。3大錯誤拆解。錯誤1：虧損之後先改口話長線，計劃係短線，虧損咗唔止損，改稱長線。呢個改變唔係策略決定，係逃避行為。正確做法係按計劃止損，然後重新評估係咪值得以長線角度重新建倉。錯誤2：把投資策略用喺交易倉位度，唔緊要，呢間公司好好，但係你個倉位係用槓桿做嘅，或者佔咗戶口3成，短期虧損嘅代價遠超你預計。投資思維要配投資倉位，交易思維要配交易倉位，唔好混埋一齊。錯誤3：同時做兩件事，兩套規則都唔跟。我既做投資又做短炒，但係兩套系統一齊跑，資金分配唔清楚，復盤都分唔清楚，結果係投資唔好好研究，交易又唔好好止損，兩樣都係半桶水。總結：搞清楚自己喺做交易定投資，係你進步嘅第一步。交易嘅關鍵詞係規則、止損、執行、記錄。投資嘅關鍵詞係研究、耐心、估值、持倉、邏輯。兩件事都可以賺錢，但要知道自己做緊邊一件，而且唔好喺輸緊嘅時候把兩件事混淆。下一集我哋幫你搞清楚，你更適合邊一種日內交易定係波段交易。